常常跟自己讲，在外国常讲 proud to be Chinese， 我很荣幸成为一个中国人，但是我也很羡慕你们是党员，就觉得共产党真的太伟大了。党讲的话，他们承诺的东西，不用100年，几十年后一定会实现。我也要做党员，谢谢各位。即係香港解放，即係好似上海解放一樣噶嘛。你共產黨一嚟統治，共產黨有佢一套統治原則噶嘛。所以佢哋而家就討論話一國兩制被破壞啦，一國兩制點，我哋幾笑。我話你哋好天真，佢話你笑咩啊？我根本唔相信有一國兩制呢件事噶嘛，你有咩破唔破壞咧？唔存在呢個問題噶嘛。你共產黨話點就點㗎啦，有咩叫一國兩制啫？一國兩制係共產黨話嘅，共產黨話幾時靠得住過啦？你覺得香港有啲咩嘢優點消失咗，就會導致佢嘅毀滅咧？自由咯，你唔講道理都限制人哋自由啦。唔俾人哋用生活嘅自由，談話、説話、思想嘅自由，主要係言論嘅自由。言論自由係一切自由之母嚟嘅，冇言論自由就冇任何其他自由啦。你而家香港好多，我真係好冤枉。而家坊間流行一句話係危香港，話共產黨妓女仲相信得過共產黨。其實呢句話真係好冤枉，我冇講。唔係你講啊，邊個講呢個嘢？我唔知邊個講啊？點解唔會係我講？呢頭先我個人都知道，我好尊重妓女嘅，我唔會呢句話對妓女好侮辱㗎嘛。